鏡頭過來到南埔來看高雄市桑拿區黑大堤太愛村的居民，雖然已經有幾年習慣了，不過因為當天的搶壓機會過少，國家政府的800人工專案愛申請有資格限制，故所許多中高齡的居民因為生涯被扮演國家的哦，生活起壞了。拜拜逢在2年內，黑大堤桑拿太愛村的居民雖然慢慢從悲痛地敗重新康起來，三馬同時面對長期的經濟壓力。因為人前從綠會山區搬來太愛村的總有才表示，因為行通唔方便，再加上年紀事過大，生涯的時間已經有半年安久嘅。你冇適合做大家咁樣辦生活啦，哦，而在呢啲地方，你喺個天錢水錢，乜個冇做北京都要錢呢？都生活都有困難咧。面對居民的無奈，桑拿區800太愛人區嗰啲 VNP 表示，喺亞擺勞委會800人工的專案地位，太愛人區有100人為居民提出申請，但是最後因為名額同資格的限制，只有39個人有這條可以做。會住到大愛園區來，都是原鄉都是受損的，所以他也沒有辦法回去農作了。那如果你1年到了就不能再讓他繼續做的話，就是在就業上的問題，也會衍生生活上的問題。那目前這邊住民也都是年紀偏大，然後他們要到外地工作也不容易。太愛人區天意企業木沙完成以後，居民的人數已經從2800個人增加到4000個人。雖然800人工專案屬於救急的方案，但是可以認天的係，對等各受競爭力的中高年齡的生業者來講，沙海比的搶壓比費，賣因邊呢800重建嗰啲 VNP 期待，喺800兩種人後嘅基本業，政府做的進一步正是當地居民的搶壓同經濟問題，避免以後社會治安問題嘅發生。客家新聞曾分子高雄報道。